你係咪等緊 PR 等到工簽都過晒期呢？你係咪收到 AOR 之後好似石沉大海，每次 check 個 status 都係得背景調查嘅狀態，甚至乎你開始懷疑人生，諗緊係咪要轉跑道呢？今日呢條片我就同你逐個拆解，依家 Stream A 同 Stream B 申請人面對最頭痛嘅5大問題。有啲問題咧，你可能覺得冇得救嘅，但係其實仲有彎轉嘅噃。有啲問題咧，你依家唔處理，你將來真係會後悔㗎。大家好，我係 Alex 浩昌移民嘅創辦人 Angelo 羅立剛，一個已經有30幾年移民經驗嘅移民顧問。睇片之前記住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撳埋個鐘仔，一有最新嘅移民資訊咧，你就會知道㗎啦。有部分入咗 Stream A B 永久居民申請嘅朋友咧，因為等咗好耐都冇結果，就會去申請 ATIP， 睇下自己個申請有冇問題㗎。好多人咧都發現樣樣嘢都 OK，就係剩翻個 background check 一路卡住，跟住咧就有人開始去揾 MP 啦。初期都有啲用嘅噃，但係依家好似連 MP 都冇計啦，陰公。跟住有啲移民顧問咧，就或者移民律師就開始教啲客去告政府咯噃，即係申請 mandamus， 用 mandamus 去逼 IRCC 開工。其實依家申請 mandamus 仲有冇用呢？首先你要明白咩叫司法覆核 （judicial review） 或者係強制令 （mandamus）。簡單嚟講，就係你去聯邦法院告移民部不作為，話佢哋處理你嘅申請太耐，要求法官下令佢哋喺期限之內咧俾個決定你。答案係咧，其實係有用嘅，但係咧個門檻就高咗好多啦，而且唔係人人啱用。點解？因為有啲無良嘅留學中介咧，一次過入咗過百個 mandamus， 搞到 mandamus 申請都大量有積壓，最後俾法庭全部拒絕，仲連累埋同期嘅 mandamus 申請咧都一一被拒添。真係累街坊㗎！如果你真係想申請 mandamus 咧，你必須要注意以下幾點。第一，你個申請咧起碼已經等超過咗2年啦。第二，能夠證明 mandamus 係最後嘅手段，已經冇其他方法可以幫到你㗎啦。第三，你要注意啦，如果你本身個 case 係有啲問題嘅，例如你曾經有刑事記錄冇申報過啦，或者填寫嘅資料有矛盾咧，你成功申請到 mandamus 嘅機會咧都會低好多嘅。第四就係能夠證明咧，你嘅申請延遲對你嘅生活有嚴重嘅影響，係好嚴重嗰種喎。但係你記住，一定要揾移民律師睇下個 case 值唔值得告先，唔好亂告，分分鐘咧錢又嘥咗，又唔成功㗎。但係移民律師喎，因為移民顧問咧係唔可以代表你上庭處理法律問題㗎。第二個問題，最近係我最常見到，亦都係最緊急，亦都係我最唔想見到嘅情況。因為咧，最近好多人向我求救，話佢哋提交咗 PR 申請之後，申請工簽延期咧，成個申請俾人退翻嚟，話我唔符合資格，點算啊？依家全家人都冇身份，係咪要執包袱走呢？如果大家真係咁不幸遇到呢個情況咧，第一件事你就要通知僱主停止工作，因為咧你已經冇合法嘅身份咧喺加拿大繼續做嘢㗎啦。第二，你要收到拒簽信90日之內提交 restoration of status 同埋工簽嘅申請，直至到呢個申請咧批准咗之後咧，你先至可以復工。但係提交 restoration of status 同埋工簽申請咧，你一定要了解清楚點解你嘅申請會被拒，或者你嘅申請點解會被退翻嚟，因為呢一 part 好重要嘅。如果你唔搞清楚，盲目地再入紙嘅話咧，都好大機會俾佢拒簽㗎。如果再俾佢拒簽一次咧，你真係要執包袱㗎啦。所以建議大家遇到呢種情況，一定要揾移民律師或者移民顧問重新審視一次，了解問題所在，對症下藥，先至好再提交申請。我知道咧有啲移民律師或者顧問咧係專門提供 case review 服務，你可以揾佢哋幫下手嘅。記住，記住，記住，等緊 restoration of status 同埋工簽申請結果期間，一定唔可以做嘢。如果俾 IRCC 發現咗，你就好大鑊㗎啦。近期最多人問我嘅問題咧就係羅生啊，我應唔應該轉態啊？
答案咧就好簡單嘅，你必須要符合以下其中一種或者多種嘅條件咧，先好考慮呢個問題。第一，英文可以考到 CLB7或者以上，當然越高越好啦，因為咧好多類別咧都有英文嘅要求嘅，尤其是係 Express Entry，英文越好咧分數越多，我計過啦，分分鐘可以多咗100分㗎。第二就係35歲或者以下，因為 Express Entry 咧年紀越大扣嘅分數咧就越多嘅。如果係40歲或者以上咧，咁就要揾一啲冇年齡要求嘅省提名計劃啦，好似 BC、PNP 咁就啱啦。第三，你現時工作嘅僱主咧願意擔保你就相對啲容易咧申請到省提名計劃啦。第四，你充滿冒險精神，又有足夠嘅資金同埋願意投資咧，就可以考慮省提名嘅商業項目啦。第五，願意離開大城市去小鎮居住，甚至乎偏遠啲嘅地方住，因為咧偏遠地區嘅省提名計劃咧係比較容易申請嘅。第六，多啲留意 IRCC 要啲咩人或者咩工種。好似識講法文啦，從事 healthcare and social service 啦，省提名同埋加拿大工作經驗嘅人咧，最近抽得就最多㗎啦。其實有睇過上一條片破解2026加拿大移民真相咧，都知道我對 Stream AB 嘅申請時間嘅睇法咧係有別於他人嘅。其實如果你已經交咗 PR 申請，有埋 AOR 咧，我建議你唔好咁輕舉妄動啦。除非你嘅 EE 分數係高到嚇死人，或者 PNP 邀請函咧已經攞到手，否則貿然開多條隊未必值得。而且你已經有 OOWP 傍身，其實同 PR 只係差最後一里路，等多陣咧可能有着數嘅。但係如果你仲未交 PR 申請，例如 Stream B 就嚟儲夠工時啦，咁你就真係要計下數，自己盤算下申請邊個類別會比較着數啲啦。第四個問題係一個潛在嘅計時炸彈嚟㗎，好多人申請工簽或者 ETA 嗰陣咧，係冇填到佢曾經有犯罪記錄㗎，例如曾經犯過盜竊啦，或者酒後駕駛等等㗎。而依家要交 PR 申請啦，表格問到好清楚，點算好咧？填又驚 IRCC 話我講大話，唔填咧將來仲大鑊。聽我講，呢個情況只有一個標準答案，就係即刻如實申報，主動解釋同埋咧立即提交申請 rehabilitation。加拿大移民法最忌一樣嘢就係虛假陳述 misrepresentation of fact。如果你當初申請工簽時隱瞞咗，依家申請 PR 又隱瞞咧，一旦被揭發咧，你唔單止 PR 唔批，仲可能5年之內唔可以再入境加拿大嘅。最正確嘅做法就係點樣樣咧？坦白從寬，喺 PR 申請嘅個人歷史同埋背景聲明嗰部分咧，如實填寫你嘅犯罪記錄。就算你覺得件事好瑣碎，都要填。第二件事咧就係準備一封解釋信 （letter of explanation），解釋翻點解當初申請工簽或者 ETA 嘅時候咧係冇填到相關嘅資料㗎。接住落嚟咧就係第三樣嘢啦，準備法庭文件。如果可以揾翻當年嘅法庭記錄啦、判決書等等嘅文件咧，就最好啦。最後一樣嘢就係第四樣嘢啦，你需要立即揾移民律師幫你提交 rehabilitation 申請。記住，如果你自己踢爆自己咧，移民官可能會覺得你一個誠實嘅人，考慮酌情處理，俾個機會你解釋。但係如果你俾佢發現咗先嘅話咧，你就一定冇彎轉㗎啦。好多人都以為咧拎 PR 之後先至開始計入籍時間，錯㗎。其實咧加拿大嘅入籍居住要求時間計算咧，係你提交入籍申請當日倒數5年內。咁即係話咧喺呢5年內，你有冇喺加拿大實際居住咗1095日咧？咁即係話呢5年入邊可以係包括埋你讀書、工作同埋 PR 嘅時間咯噃，啱唔啱？你成為 PR 之前，如果你喺加拿大讀書、工作，即係依家好似你咁攞住工簽啦，咁亦都係咧可以計算一半嘅時間，最多係可以計365日㗎。舉個例子，如果你喺2022年入咗加拿大做嘢，2024年攞到 PR，咁即係話22到24年呢2年期間咧，我哋計一半，最多計365日，咁即係話咧，你已經 credit 咗1年㗎咯喎，咁所以24、25、26住埋呢2年，咁喺26年咧，你就可以申請入籍㗎啦。所以大家要記住，攞咗 PR 之後，你可能住多2年就可以攞到 passport 㗎啦。
我喺度祝願各位朋友快啲行到呢一步啦！好啦，我哋好快咁總結下今日嘅5個問題啦。第一，Mandamus 係有用嘅，亦都係最後嘅武器。第二，公簽被退，要即刻恢復身份，再戰 OOWP。第三，轉跑道，上咗船就坐穩啦，未上船就計清楚。第四，犯罪記錄，坦白從寬，隱瞞從災。最後第五，入籍時間 PR 前嘅日子都有用，唔好嘥啊！希望今日嘅內容可以幫到喺迷惘中嘅你。如果你中咗以上任何一個問題，或者有其他難題咧，歡迎喺留言區話俾我哋聽，或者 WhatsApp 我哋98880752都得。你嘅分享可能會救咗另外一個同路人嘅。如果你覺得呢條片有用，記得俾個 like，同埋咧分享俾你身邊等緊 PR 嘅朋友。我哋下一條片再見啦，拜拜。